嗱，上集咧就同大家研究過喺相學上點樣睇一個懶人嘅特徵。今集咧就想同大家研究一下啦，一個成功嘅人相格應該係點樣嘅咧？嗱，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啦？一啲叻嘅上司或者老闆個樣同埋佢嘅相格咧，通常都有啲特別之處㗎。當然啲冇料到嘅老闆一樣有佢個人之處啦。但係今集咧，我想集中研究一下容易成功嘅相格應該係點樣嘅。嗱，另外啦，如果你想做生意，又或者諗住創業嘅話，不妨留意一下你自己有冇呢啲相格特徵啦。好，先睇下第一個特徵先，就係印堂啦。成日聽人講咧，印堂發黑，究竟印堂喺邊度嘅咧？其實印堂咧就喺兩條眼眉嘅中間，再上少少嘅位置。印堂咧就反映咗一生人嘅運勢，所以咧喺面相上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嚟㗎。一個靚嘅印堂咧，需要有少少肉地。就算唔係脹滿咧，都需要平滿㗎。千祈咧就唔好凹陷，有疤痕啦，有墨有字，甚至乎咧有橫紋或者直紋去侵入啊。印堂靚咧，一生嘅運勢咧都會順啲㗎。第二個特徵咧就係兩條眉啦，眉毛咧就需要有光澤，嗱有頭有尾啦，尤其是係要順生㗎。千祈咧就唔好出現咗有啲向前生，又有啲咧向逆嘅方向咁生。嗱，正所謂眉順心亦順，眉亂心亦都亂㗎。眉毛咧就反映咗一個人嘅感情，又或者情感上嘅處理。如果眉毛雜亂，又有逆生嘅情況咧，咁就容易影響人事上或者感情上嘅處理啦。簡單啲講，即係人際關係都會受到影響啦。第三個特徵咧就係講對眼啦。眼咧絕對係喺面相上另外一個重要嘅部位。嗱，眼咧喺相學上嚟講，可以反映好多嘢㗎。尤其係留意一個人嘅眼神，因為眼神咧可以反映出一個人嘅意志啦、處事忠定係奸，甚至乎健康狀況都係睇到㗎。嗱，對於一個老闆或者做生意嘅人嚟講，眼咧要夠清，眼神咧要夠強，代表咗咧處事能夠堅定，唔會容易出現三心兩意嘅情況。嗱，如果眼神係柔弱嘅話，就容易出現咗猶豫不決，容易做錯決定，所以係一個大忌嚟㗎。第四個特徵咧就講下個顴骨啦。嗱，顴者就權也，顴骨咧喺面相上咧反映咗一個人嘅權力欲，亦都代表咗一個人嘅權力運用上順定係唔順，甚至乎咧亦都可以代表咗容唔容易得到其他人嘅助力。嗱，顴骨咧最重要係有肉，亦即係有少少肉包住，千祈咧就唔好有骨慘慘，唔好只係尖突，但係又冇乜肉。嗱，更加唔好有疤痕、有墨有字，因為呢啲全部都會影響自己嘅權力運用㗎。嗱，第五個特徵咧就講下個鼻啦。嗱，好多人都聽過啦，鼻大有肉咧就代表咗個人有錢，但係咧其實就唔止咁少嘢嘅，因為咧鼻咧喺成塊面嘅中間位置，亦都反映咗一個人嘅自我中心啊。所以咧鼻咧最好就要夠高夠直，鼻骨咧就唔好有歪斜嘅情況。再加上咧，如果有肉嘅話，尤其是係準頭位置啊，因為咧肉就主富，骨咧就主貴，夠高夠直就容易得到貴氣。有肉嘅話就係大家成日講嘅容易揾到錢啦。嗱，第六個特徵咧就講下個嘴啦。嘴咧喺相學上嚟講，又叫做出納宮。嗱，佢咧就反映咗一個人嘅説話技巧，重唔重情啦，甚至乎個人嘅色欲都睇到㗎。講到嘴咧，最好咧就係上下唇都要厚薄均稱，唔好過厚啦，亦都唔好過薄。稜角要分明，嘴型要清晰，唔好有歪斜嘅情況。嗱，如果加埋啲牙齒整齊嘅話咧，咁樣咧就更加反映到呢個人咧講嘢有誠信，對人咧就唔會過分熱情，亦都唔會過分刻薄㗎。第七個特徵咧就係睇下下巴啦。下巴咧亦即係地角，又稱之為羅卜宮啊。喺面相上咧，一般係反映咗晚年嘅運勢，但係其實咧佢仲可以反映一個人嘅下屬運啊。睇下有冇下級嘅職員咧可以幫到自己啦。所以咧下巴最好就係豐滿、圓潤有肉，加上咧由下巴到兩邊嘅腮骨都有肉包住咧，呢個就係最好嘅羅卜宮啦。但係下巴咧千祈唔好有向後縮入去嘅情況，亦都最好就唔好有疤痕啦，有墨有字。一個靚嘅下巴咧，可以反映到呢個人咧下屬會比較多，有駕馭下屬嘅能力，而且咧好多時咧都受到下屬嘅愛戴。嗱，呢樣嘢咧，其實對於一啲管理階層啦，或者做老闆嘅人嚟講係好重要㗎。好啦，係時候睇下自己有冇頭先講嗰啲特徵啦。